吼，欢迎各位收听关海广播电台厝边隔壁姚高文的节目。今仔日来专访周金玲、周君玲吼。嘿，周君玲。议员咧，甲大家招好势吼，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吼，咱的线顶吼，咱各位咱关怀广播吼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县议员周君玲，来自咱河美新港线西所选出来的议员。真个真欢喜受到咱的即个主持人吼，咱的姚志正的即个吼邀请，甲大家吼坐做伙来开讲，咱即个收听咱的厝边隔壁的即个电台。我也是河美人啦吼。嘿，是咱湖内人。你湖内啊？你是新港？阮新港，阮全厝，嘿。泉州厝，我知啦。就青桥选县长的时阵，泉州厝的姓周的，哦，拢年轻，大家我是，有影有影。我嘛足侪同学姓周，泉州厝。是。周平进，周啥物啊？周啥物啊？我袂记咧啊。嘿，是。阮中商的同学足侪嘛。足侪吼。拢姓周啥物啊？顶摆有议长做啥物啊？我袂记，迄阵你较少年，毋知影。嘿，是。泉州厝较捌出道啦，嘿。嘿，较捌出世啦。是。咱周金玲是应该，我记甲伊熟识，你是代表嘛吼。嘿，我迄阵甲咱的资政协赛上是代表。小代表。嘿，小代表，小助理，小代表，呵。小助理，你做过啥物助理？我做过咱迄个区总进立委，嘿，伫咱彰化县，吼，迄当时26乡镇选10席立委的时阵，嘛还袂分开选单一选区吼2票制，一票咱政党票，一票是咱的即个立委票，嘿，的时阵差不多23年前，打入即个。环境做助理开始到即嘛。就是副总经伫河美的服务处。服务处嘞。我伫服务处，嘿，河美。迄阵差不多8个议员区，各区吼，大部分服务议员咯，立委拢有设一个服务处。吼，河美就是我的真头家吼，就是咱的真议员尤水春议员。伊当时是区总进立委服务处的主任，我迄个时阵入来做小助理开始，到即嘛。讲你少年，但是经历是足丰富啦。是。你有搁去彰化师大读硕士？嘿，对，嘿。我足认真的吼。这算嘛爱进修啦。爱进修啊！嘿，嘛爱进修吼，要服务嘛爱搁较去进修吼，才我都讲有一寡吼，包括讲医生也好吼，政策也好，较我都精进啦，嘿。你阵是公共事务跟公民教育学系哦。嘿，是。这是啥物课？公共事务甲公民教育，伫咱的。教育学系的学院，教育学院。学院内对。嘿，伫咱的校本部。嘿，进校路这边的。对，即马即个县议员的程度拢加足悬啦，后留美转来，留学转来，大学毕业升硕士。比较讲，阮阵初民进党党外时代，真咧拼的时阵。真侪拢初中毕业的吼，程度差足侪啊，加真好啦吼。所以咱河美镇长那阵毋捌民进党的吼，我印象是安尼。毋捌。应该是讲河美新港线西3乡镇将来毋捌有民进党的民意代表来做首长来选调。乡长、镇长拢毋捌啦吼。拢无。足奇怪尔，这我因初插政治的时阵，河美新港线西党外势力足强。嘿。因为这3个所在开始，当然啦，比较鹿港有较差啦。我当时美丽岛时代主要的对美丽岛最大的支持是鹿港上多吼。是。河美新港线西最近那会当。有较差。那以即个政党的分析来讲吼，
啊，若伊民进党的即个支持者伫河美新港线西吼，若伊三乡镇将近要15万票来分析，可能差不多2成半至无到3成。咱即区的议员几个人？即三乡镇，即是第几选区？我这是第3选区。第选区几个议员？几个目前是3个，啊，但是一个是报去的。毋是，我是讲全部议员几个？彰化县还是？干嘛河美新港线西，6个议员有3个民进党的。 6个议员3面党，啊算袂歹啊，一半一半吼。嘿，一半一半，嘿。你阁还有谁？我啊，甲咱的赖清美资深的议员，啊，甲肖文雄肖议员。肖文雄，谁是报出来？肖文雄报。嘿，肖文雄报去的。哦，肖文雄啊，有来遮甲来遮。嘿。上个节目有咧介绍。有，伊伫阮进前，嘿，有先来。讲肖美琴因的亲戚嘛吼。诶，叫伊讲啊，叫堂哥。堂哥啦，嘿，堂哥。接辈啦。嘿，接辈。啊，所以你感觉做代表甲做议员有啥无共款？真侪无共的部分吼，咱若以地方的关怀的即个议题甲活动吼，有真侪是议员吼会工课伊管较快，管较快，吼啊伊包括会当去协调讲环境。我感觉河美镇尔。毋是线西。无，嘿。你人是新港人。我新港人。但你住伫河美镇。伫河美镇。所以你是河美镇的代表。是。啊，伊就是是大人结婚吼，阮爸爸全厝人，泉州厝人，啊，树大分居吼，啊，说来迄阵啊，新港迄边较无所在会使住，啊，甲嘿，啊，就是先来河美即边细厝来买厝，啊了后才来伫遐徛起安尼。啊，所以变做彰化镇的镇民就对啦。嘿，迄阵啊是河美镇的镇民代表3届的代表，嘿。啊，河美镇镇长，我是河美镇的人啊，就讲民进党若阵对河美镇长这职位无啥咧用心吼，嘛毋捌有人选过，议员嘛毋捌人去选。有议员，就是顶届阮的随春姊啊。随春议员，伊选中华跑道去选河美镇长。啥物人？尤随春。尤随春。嘿，啊，伊就是因为转换跑道，啊，我才有机会出来选议员安尼。是，哦，伊本。嘿，伊转换跑道，我甲伊是联合服务处。啊，所以伊去选镇长。镇长，啊，我选代表出来选议员安尼。啊，镇长差偌济？差1998票。对方是阮的。对方啥物人？对方是即摆现任的镇长是林佳丽。嘿，甲伊共款是议员。啊，顶面原镇长到尾是有案的是安怎样？嘿，伊迄算落任了后啦。落任才有代志。嘿啦，落任。伊毋是任内的代志。算任内发生，啊，但是属一寡新闻报纸报吼。啊，来起诉，迄是伊落任了后，嘿，落任了后，伊选立委无调的即个后壁。我捌去拜访伊啦，我捌去公所甲伊坐啦吼。嘿，是。啊，送我一本《河美镇志》。嘿，《河美镇志》。啊，阮嘛吼。是。乱姓的吼，阮。啊，伊个代志是啥物代？我袂记哩咯。伊迄算土地吼，是可能是迄个咱的土地迄个土地，咱的即个祭祀公园一个土地吼。啊，伊个派下员的即个来用的事件啦。伊介入个问题啊。嘿，有介入啦。啊，都讲告安尼啊。嘿，对，迄可能中吼有迄个派下员。可能认为讲有淡薄仔对因即个本身的权利有受损，啊，伊有提出即个无共款意见，啊来。甲伊一个判刑，还是还有几落个？伊本身，然后阁有迄课员，嘿。哦，还有课员。啊，阁有课员，嘿。我记得伊是阮青商会会长，我记是
毋知我记毋对无，伊是较早阮青商会。青商会。好像是较早做过会长哦，啊所以本来是地方的即青年才俊嘛吼。是是，嘛算伊。到尾伊搁要选镇长了，要选立委嘛吼。嘿，选立委。爬起来，结果政治生命全无咯嘛吼。嘿是。即摆无咧选了啦吼。即摆目前伊拢退居幕后啦。退出幕后啦。嘿，因太太即摆是现任的县议员。因太太是全任。林小琪是现任的县议员。吼。嘿，甲我同届做同事。伊无出来选啦吼。嘿，无。所以伊的势力也是对哩啦吼。嘿，共款。嘿。咱河美一般是分做两条路啦吼，河美镇中美路甲中心路啦吼。中美路是街仔嘛，中心路是庄脚，阮是中心路啦。毋过我住咧开中心路。嘿，是。中美路拢较好行啦，街仔嘛，街仔内。袂啦，中心路嘛足侪田桥啊啦。有一寡地主啦，嘿。不多啦，因为大部分拢田嘛吼，田足侪，田拢毋是阮遐的人，迄拢共做的。人做的吼。阮即摆其实阮伫一边，伫乌来里遐是较活新港。嘿，较活新港。虽然有当要买文具啦，还是要街仔来创啥，甚至阮咧田要田赋吼，田租，然后去新港人，新港了，所以阮新港地落较新港街仔，水尾街仔地落较熟。是。河美是甲人讲要看喙齿啦吼。嘿。还是看医生啦吼，还是我迄阵初中了去咧实习，农会实习，斗去河美镇来吼。以后读册都大部分拢走来彰化市，所以河美街仔电都较无法熟。朋友电都较彰化市较侪吼。所以拄仔咧讲即个问题，你做河美镇的代表，甲做彰化县的议员。你讲有啥无共款？像咱咧包括讲吼，咱有一寡工课吼，关心的部分拢需要甲咱县政府吼，即个各部门去做协调，吼，包括咱有提出一寡政见，吼，是服务案件，甲县政府的关系都较息息相关啦。因为公所的工课大部分吼。以代表来讲，就是比如讲，咱的路灯啊、清水沟啊吼，较小部分的部分都是咱即个代表吼，伫公所会当做的工课。来议员的部分吼，比如讲，咱着进前有提出吼，希望讲甲县长吼来提出咱即个好运加倍吼。因为即摆少年人吼，结婚生活吼，真甲无容易。来讲要饲囡仔的部分吼，有时阵即摆生活压力真大。中央的政策有补助即个吼，咱的即个冻卵，咱的即个吼，冻卵甲即个人工生殖的部分吼，就是咱讲的即个试管囡仔的即个补助。中央吼头一届恁若伫40岁以下吼，是补助15万。第二届甲第三届吼是13万，但是我若是比如讲，我若结婚足侪年的，拢一直无生，40岁以后到45岁即个考中，我是感觉补助第一届13万，第二届到第三届是感觉补助吼即个8万。但是咱往往知影吼，即个人工生产的部分吼，即个试管吼囡仔的部分吼，一开可能排100几万，佮无一定有法度得到一个圆满的即个结果啦。往往吼，所以咱希望讲，咱的县政府即个部分会当伫吼，来照顾这少年要成家立业吼，要有一个做一个爸爸妈妈的时阵的即个愿望吼，其实咱县政府应该爱有心来甲斗3工才对。我有提出政见，希望讲，会当讲吼，来甲伊做一个即个。补助提高吼，甲年岁提高的部分，无你若像伊若后壁像晚结婚，即摆人拢晚结婚晚嫁娶，往往你伫遐补助无够遐，伊就感觉安尼就是。所以较早伫做镇公所，有咧做这工具。嘿。到议员、县长吼。
所推动的，嘿，眼界不一样，议题也不一样。嘿，较无共款。所以做议员，初做敢会习惯。一直咧学习中。初初咧做，因为忽然间做代表。是。当然这正常，代表了做议员，议员了做立委，一步一步学啦吼。但是你有感觉无共款，就是你初初咧做议员的是惯势，晓袂？其实我嘛惯势咧，真正。嘿，因为迄阵啊吼，阮算因为选区吼，过去阮着拢缀随村议员咧走的时阵，我着有走河滨新干线西，啊，我河滨嘛有。种倒一个省议员？游随村议员的时阵。游随村议员，伊做4届议员。对啊。嘿，阮缀伊咧走4届的议员，啊，所以有一寡工课咱拢一直有接触着。你做助理的时阵，助理的时阵，议员的工课，嘿，咱着有一寡服务的案件，吼，啊，咱有亲手有接触着，啊嘛包括讲吼，咱着上简单的是讲，啊民众吼咧问讲吼，啊伊会请的即个吼，啊社会福利，不管讲是要先中低日收入户。啊是讲伊的儿扶儿嫂，啊是讲伊的租屋补贴的部分，吼，啊即一点咱就是讲，我若伊代表身份要甲县府问，吼，啊可能态度上也是会较慢甲你回复。啊，咱若是讲吼，议员的身份吼，啊是议员的助理的身份，甲你问，甲去吼问即个县政府的工课，啊吼，啊因为即个，嘿，即个回复的部分吼。回答的部分呢，会搁较积极啦。是。吼，啊，伊嘛会搁较吼重视。迄天有一个朋友甲咧讨论讲，台湾的民意代表吼，大家拢为咧批评讲，台湾民意代表拢咧做婚丧喜庆服务啦。是。较早一寡民意代表看板拢写啥物好用价啦。嘿。一人当选2人服务啦。嘿，是。一票钱一张票14人吼。嘿，一票一世人啦。一世人，是讲我做民意代表是你服务我，我足感谢个。是。其实民意代表是咧监督政府的吼。对。监督政府，当然服务是爱，不过。是。将服务当作重点，吼，像你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硕士吼。是。我迄朋友咧有咧怨叹讲，台湾的民意代表好像搞错了吼，变成是服务业了吼。其实民意代表毋是咧做服务啦，服务是附带啦。啊，因强调是监督啦。监督啦，啊，甲推动的即个。县政府设议会伫咧监督的吼。是。这边是行政。这方是民意吼，啊，咧监督这县城运作才会正常嘛。是。啊，你甲我做议会，有一寡议员来遮上节目咧讲，伊讲议会咧监督县政府，那总有一寡困难，你有感觉无？其实是真大的困难度吼。啊，伊即一回咱民进党伫议会是17席。17席。17席是总数几席？54席。17席也无1/3。嘿，要将近1/3，也无到1/3的部分啦。啊，其实是主要是吼，咱阁无共即个政党吼，民进党的即个力量吼，其实是爱大家团结起来，吼。才有法度讲，未来帮助咱的县长候选人吼，陈淑华也好，啊是讲地方阮何必定吼，未来民进党籍的镇长候选人，若要推动的时阵吼，嘛才有力的咱今年即届讲想要选立委，想要选何必镇长？即个问题真好，目前还阁咧找人。还没有志愿者。咱的县党部要提名啊？还袂提名。有要提名无？有要提名。有要提名，但是还阁找无人选。无人要出来选嘛？无人要出来选，足可惜的。何必87000外人，将近88000人口数。8万几吼。8万几，将近88000，大镇，嘿。大镇的吼。就是伊。无人要出来选吼。咱搁倒转来讲迄问题，讲议员是咧监督政府。监督咧。啊，你讲
在野党人较少，咱是定的是咱是县是在野吼，民进党是在野。在野。议会是少数，这是正常嘛吼。是。正常，但是少数嘛当监督咧，毋是讲多数就不是监督的问题咯吼。是。少数嘛当监督，咱以前党外时代，拢嘛是少数。国民党迄阵党禁的时代，还无民进党时代，嘛拢靠少数咧监督咧。是。你感觉咱县府你咧监督的中间，感觉县府的问题上严重的，你上看不下去的是啥物个？县政府上看袂落去的工课哦。是包括讲吼，有一寡教育的部分吼，会进行吼，应该是讲足侪咱家长吼，捌问我一个问题。吼咱海线的囡仔吼，敢有比都市的囡仔较歹啦？我来回答讲，其实咱海线的囡仔无较歹。上咧问讲较歹。囡仔的家长，因为足侪吼，少年的时代吼，拢甲囡仔跨区去台中读，因为迄个教育的资源，吼，较少。因为咱即摆县政府吼咧推动生生有平板啦，吼一寡即个政策吼，但是问题咱遮欠的毋是即个工具啦，吼，咱欠是即个资源，包括即摆吼咱的即个 AI 的部分吼，甲即个数位电脑。以及讲咱即摆吼上新的，就是咱即个国际化，咱即个英语的部分。你要去打造讲，咱河美新港线西会当成为咱即个教育吼伫海线的部分是一个难打吼。会当互咱遮的囡仔家长吼，莫讲吼甲囡仔吼跨区去别位去台中读。有足侪嘛，有足侪咱的家长囡仔送去台中。拢送去台中市去读。去遐读。去读册。迄种初中还是迄种初中。初中嘛有，高中嘛已经是国立的了嘛吼。初中毋是县政府咧管嘛吼。初中有县政府有咧管。高中。嘿，因为咱。初中县政府咧管，高中。高中，因为咱有县内有高中。县内有。咱县内有高中。像中中迄款拢是国立的。迄是国立的。咱县内高中有倒一间？像河美高中、溪湖高中。迄拢县立的。迄拢县立的。咱即区咧，咱即区内底敢有？高中。梨林高中。咱即区敢有县立的高中？有河美高中。河美高中是实验学校吗？迄无，迄实验学校还实验学校。和美仁爱实验学校或者和实，迄是国立的。迄国立的。迄是多元融合的学校。伊有普通高中甲。咱的县立的高中是河美高中，伫家内。家内。就是伊在河美高中，直升变和美高中，伫县立的，伫咱倒片湾县长的年代，直升设立的。招生敢有困难？招生嘛真侪，咱遮囡仔吼，就近要来读的嘛真侪啦。有你讲有足侪是送去台中。只是讲有一寡佫较好的、优秀的囡仔家长吼，希望讲佫较好的教育吼，拢甲跨区送去台中。去台中读。咱县立中华高中学生侪啊少。县立中华高中5间学校无济。无咧，两个。5间尔。干咱即区就好啦。干河美区一间尔。一间。河美新港线西一间尔。学生偌济？学生逐年毕业咧，我想一下。咱是足大间。足大间咧，因为咱的河群高中、河美高中、线西高中、新港高中，但是遮的囡仔无法度完全拢入去河美高中读。无法度。嘛是无法度。因着佮读去别哩啊。嘿，爱佮去别哩啊。你伫县议会是倒一组教育嘛？我今年是毋是教育即组的。但你教育咱阵较熟个款。嘿，我一直有咧关心咱的教育问题。教育组吗？阮一年拢换一组。今年啥物组？阮
今年是徛即个民进。民进吼。嘿，民进。咱的即个卫生。为啥？嘿，卫生环保。恁一组管怎侪物件？阮因为县政府是17处席嘛吼，阮算一年算54个议员，你一年就是一组差不多13个议员，一年一组，一年换一组就对啊。即个4年就换4组。嘿，4年换4组，包括今年嘛是关心着即个社会处的部分。吼，嘛是咱的议题。所以你讲，拄仔咧讲你监督，因遮议员定落来即个所在做。是。咧批评县政府还是县长，咱毋是做人身的攻击啦。从政策上来讲，伫你咧监督县政府的时阵，感觉县政府有啥问题？县政府上大的问题哦。就话咧讲，比如讲，咱的都市计划应该甲彰化市较有关的，甲桃园较无吧？彰化市啥物东区的啥物都市计划，迄甲咱较无关系嘛。嘿，是。咱彰化较都市计划的问题，咱的河米。河米的都市计划目前因为地方政府无提出来吼，所以河米欠的毋是即个都市计划部分。嘿，河米欠的是讲，包括讲吼，因为我正是关心的是咱的即个少年主体吼，青年住宅。少年主体咧大诶问题。少年主体。嘿，因为伫即个县府诶部分吼，伊有提出讲，咱中央政策是社会住宅，是互你租，只租不卖。咱县政府诶少年主体诶部分是要卖，但是无租。但是问题吼，逐个少年去登记，若咧中乐透安尼，像即届园林吼。即个青年住宅才54户尔，但是迄个中签率，中签率足低啦。是，我有听无？即是，你讲有社会住宅，社会住宅，社会住宅是咱中央政府所起的，即个政策。县政府的是即个青年住宅。另外佫起的。佫起的，伊起的就是拢几十户，无就100通户。你即4区加起来差不多400通户尔。所以足侪人去登记嘛。足侪人去登记，无地大，嘛登记嘛无一定抽会着。无简单啦，即马少年拄仔大学毕业，拄仔安怎，就是要兴趣无简单。无简单啊！阮伫台北嘛是共款，台北嘛是着先租迄段时间欠钱。是。逐去买啊！我买了嘛是买细间的，逐个换大间的，伫较深啊。做律师的比保险职业较好，但是嘛是着要拖足久啊，不容易啦。不容易啦，嘿。恁有咧甲管府建议讲去较侪间。爱去较侪，爱盘点，因为足侪少年朋友吼，拢感觉讲买袂起，伊毋是无爱留伫咱中华发展，因为你无法度买厝啊。你只好去外口住啊，去外口发展啊。建筑费用本来就足贵啊，你敢会当讲俗俗啊买，无可能嘛。是，但是过去逐个你是感觉讲台中、新店，遐厝真悬，但是即几年咱彰化县的即个厝提起真济，一直起起来。咱若倒起哦。咱倒起足凶的。咱起什么意思？即个问题真好。咱小休过来再。大家继续来讲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哈。各位倒转来，关爱广播电台出面客表的节目，客表是周金玲议员、周君玲议员吼。周经理好。周议员是为代表甲助理，先做助理啦。先做助理。代表再做议员，这是足正常吼，毋是向跳出来，所以这问政甲基础足在啦吼。咱知影讲，今年大陆注目全台湾，其实阮注意咱彰化。咱彰化是有都以外吼，人口上侪县咯。即个县对未来影响吼，今年
了啊，佫2年以后总选举拢影响足大吼。是。啊，你看咱河米，因为数外啦，袂即种地名，但数外是南中华。嘿。啊，你讲伫北中华来讲，选情安怎？吼。稳定成长啊。啊。稳定成长。稳定成长。是。安怎稳定成长？因过去吼，伊是会讲，嘿，伊是讲是虽然是咱的南中华所选出的立委，啊，即届代表民进党要来参选咱的县长，啊，伊伫咱即区的部分吼，渐渐即个知名度吼，甲各方面吼，啊，伊拢有豆豆即个拍开即个知名度，嘛真侪人吼讲吼，啊，说我就是后我啦。啊，伊就互咱厝边的即个查某囝安尼真朴实、真实在，啊嘛真认真咧做。像顶届吼，咱顶礼拜即个8月台风的时阵，风台的时阵吼，啊即个风雨伤大，啊伊就惊讲吼，即个咱的即个稻米吼、稻农的部分即个受损，伊就搁去今仔咱的中央吼，讲即个灾害即个补助吼，爱互咱的即个农友吼。也是咱的即个果农吼，嘿，伫立法院讲的，拢爱吼，爱来补助咱遮个农民呐的部分吼。啊，所以伊毋但是照顾农的以外吼，包括讲吼，啊，伊着包括讲吼，咱的囡仔吼，即摆少年人吼，若毋敢生啦，吼，啊，伊着吼有一寡政策吼，啊，就是鼓励少年人敢生，吼，啊，敢饲，啊，少年人即个吼，买厝的部分。啊，有一寡即个即个利息的即个补助的部分，嘛伫咱未来县长吼，即个政策内底吼，啊有来即个提起，啊尤其吼，佮包括讲咱即摆囡仔吼，逐家咧食讲即个营养午餐，啊但是你想，人迄有台北的部分拢一直90几箍，一顿来讲，一餐的时阵90几箍。几箍？90，伫台北还佫90。啊，但是伫咱中华时阵吼，嘛才40-50箍尔。差一半。你着差一半，啊，伊甲吼讲咱生吼，啊，咱的包括讲未来吼，咱即个经验，县政府出的，啊，为咱即个吼，咱即个风电的即个回馈金的部分，吼，啊，来即个提出。的部分吼，咱即摆王惠美的时阵是即个风电的回馈金，吼，啊，甲落去，啊，搁咱的县政府编的预算，啊，来补助囡仔，吼，嘿，40几箍，吼，40-50箍。啊，说我了讲，伊做县长。伊县长的时阵就是做吼，啊，即个卢国儒的部分啦，啊，水果吼，逐礼拜拢有水果，吼。啊，即个营养的部分，看是豆浆还是牛奶提升，吼，啊，搁来伊的营养爱加倍。伊敢有预算？伊敢知影有？伊会知，有算过。有算差不多40几箍，要算做几十箍，50-60。可能伊未来伊会搁调整，因为即个部分吼，爱由县长来提出正确的即个数字，吼，啊，即个部分着爱互即个县长的竞选总部来对外来说明。但是即个周吼，即个有这个如果的部分，着是一定有正式提出啦。吼，啊，佮包括讲吼，咱65岁起的即个长辈时代健保费吼，其实是爱比照讲咱即个6都吼，像包括讲即摆台北市啦、新北市啦，65岁以上的即个老大人，吼，健保费拢免啦。包括咱隔壁南投市吼，咱的健保费嘛免啦。免纳啦，是嘞，毋是免纳啊，是相退纳啦。啊，着是县政府替伊来纳啦吼，嘿，啊，过去是咱即摆吼是，咱的即个爱中低收，咱的健保费才有减免。我是爱低收老人、身障老人，吼，你要知影健保费的收入是一定的，无健保局无清楚，你若减收就一定有人补助，一定有人补助啊。即条钱就是爱由县政府来出，就倒补助。倒补助，嘿。县府钱，咱中华县政府的财政安怎？财政其实是还蛮不错的啦。我听讲咱的借款有较少咯。较少啊，拢减轻去啊。但是因为王惠美那阵足侪活动无办吼，
无办。伊顶摆灯会啦吼，啊，搁啥，最近搁啥无爱办，无办着减一寡，吼。即个莫借钱，我是赞成啦吼。但是办活动有办无办，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县府借钱，我是反对啦。是。借钱吼，逐个要县长，逐个要借钱啊，借来用，当然较快活用，著是爱后代来用啊。是啊，是啊。啊，所以咱的县政府的财政，敢有法度去支持减税福利？有法度，有算过，嗯尤其即马咱的即个统筹分配权啥呀？咱的统筹分配权，统筹分配权。嘿，伊有包括一寡部分因为伫今年即个立法院完全来改变即个方式，咱地方的地方统筹分配有增加，即个增加的部分会当讲互县长甲整个政策会当来去调整。嘿，即个要为倒一方面较注重的拢会当来做起。包括讲咱最近逐个嘛有一寡咱的长辈是长青福利卡2.0，未来数月是要做3.0，过去是干嘛会使坐车尔，坐车去佚佗，有老岁仔人坐车来去游咱的中华园的一寡景点。也是坐车去到溪头，也是有一个特定的即个咱的台铁也是客运，坐车但是迄转车，有指定的车号，你才有法度去坐，伊是补助的部分。但是足侪老岁仔人也是伊是无咧佚佗的，甚至伊是无方便的，伊感觉伊着无去帮助着，咱着甲算甲伊改变即个方式，未来咱的数外的县长，伊会当讲即个餐厅卡3.0，互即个长辈会使去买或者1000箍改做是点数，会当未来来消费，互老岁仔人看是若真正是卧床的，上无伊搁一个即个耗材，迄个尿布，成人尿布，是讲牛奶的部分、营养品的部分，甚至伊若讲要坐一个计程车，袂当讲受限是85箍，伊会当讲我即抓，我着袂方便，我着无法度坐公车，坐迄专车，我来叫即个配合的即个小黄会使来扣点，为遮坐到咱的即个中基也好，秀团也好，若200箍，伊就是会当完完全全来扣掉，200箍。相信这若讲要去看病院要创啥物，对即个长辈也是较无方便，无即个交通车的即个长辈来讲有遮大即个帮衬啦。咱即马长辈嘛会使坐车，但是伊就是85箍，超出的部分就是扣掉。咱未来会当延续，我就是讲，即个一定的距离内底是整个吸收掉。就是比如讲，我1000箍的即个长青福利卡伊会当坐5逝，就是讲200箍还是250，伊会当讲，去伊想要去的所在是讲，伊要坐即个小黄，去看伊嫁出去的查某囝，伊可能伫河边，查某囝嫁到溪州，老岁仔人无交通车，袂方便。那伊嘛天安尼来去看伊的迄个查某囝的部分，若是看伊的书。莫讲一逝孩子85箍啦。嘿啦嘿，因老岁仔人伊讲伊袂趁啦，要搁甲少年生电手，伊搁迄个所以伊就是算有一寡娱乐也好啥物伊就渐渐会较减少啦，所以阮感觉讲咱的数外县长伊真照顾咱的长辈。伊嘛讲有关心咱的教育，囡仔营养的部分，是少年朋友，即个要买厝即个利息钱的即个补助是讲未来咱的县政府即个租金咱来讲咱的少年朋友若要创业也好会当讲少年人未来会当伫咱中华来买厝。来就业，安尼是毋是咱的人口就会当成长？互咱的少年朋友会当加生，伊搁来会当甲你斗饲。所以
所以我来做选馆长吼，有真侪好诶政策。政策出来吼，这应该一般选民会欢喜啦吼。是。啊，伊敢有，伊拢伫南部，敢咱何必新港线西港来咧走？有。安怎走？就是有一寡好朋友希望伊来吼，透过咱也是伊家己亲身甲咱的即个数华馆长邀请，嘿，也是透过咱甲咱的数华馆长邀请，吼，因就排时间来过来，甚至讲咱若未来来办即个座谈会，来邀请乡亲甲数华吼，安尼面对面来开讲，来了解讲伊的。捌定定来嘛？因为即摆渐渐步入即个选举期吼，咱就是爱甲可能爱甲办即个座谈会，伊就会来。就甲恁议员合作嘛。嘿，甲办座谈会伊就来，是讲有一寡活动甲邀请，伊就有来。像进前万能健检，吼，伫河边时阵伊嘛有来。吼，有一寡夜跑活动，吼，深港即摆无上深港夜跑。伊嘛有来。什么夜跑？夜跑。夜跑啥？跑。夜跑步，晚上的跑步，公所所举办的夜跑，嘿，跑步夜跑。走倒去？走100甲。为倒走？为中心6号公园遐开始走。为何必顶？新港中心6号公园。走去倒去？走内底，走伊内底100甲内底。新港内底。嘿，走100甲内底。100甲内底遐主题区。是几人？是少3人吧。是3人。嘿。伊会来走啊？伊来看咧。来甲乡亲拍招呼，嘿，甲大家做伙安尼。吼，也是讲，包括阮最近吼，伫顶礼拜时阵是阮河美新港线西所咱的信用中心吼，是咱的新港妈。吼，法院宫新港妈吼7间南美即个出巡，吼，咱数华嘛有甲咱做伙来参与。新港妈。嘿，法院宫新港妈。法院宫我是真熟啦，我则是小莫出巡，我较无了解。伊今年第一届。对吼。今年第一届。嘿。出巡拢扫去倒去？是河美新港线西3个枕头庙。无咯，到位阮学来，你敢有？有朝天宫有去。有车遐嘛有去。有。我安尼几工，实际安尼几工？是7天，7天南暝。是真头，今年第1年，数我嘛有甲大家做伙来参与。以前法院宫都毋捌想讲咱的法院宫妈祖出巡，嘿是。我细汉捌听讲。是安怎去想着安尼？因咧算可能妈祖部指示，经过管理委员会即个筹备，嘿，筹备嘛一定算行了足侪咱的乡镇卡吼，甲妈祖的囡仔拢去参与。较早走是咱种河美新港线西。过去是新港嘛是干嘛18钟头顶呀，甲收兵的时阵，伊300多年第一次。吼，安尼一间桥，安尼互3乡镇的钟头拢有去顺境去了境安尼。以前种古早是拢。古早干嘛18钟头顶尔，办兵顶尔时阵。即马。即马是3钟头。逐乡镇。逐乡镇，嘿，干嘛河美新港线是啊？嘿，54里，54川里的部分，7天，嘿，7天，甲行起来。伊7天是有暗时住伫外口，还是倒转来？住家伫枕头大庙。那无共款啊。无共款。甲阮阵仔无共款，真正劳师动众吼，较闹热。嘿，真闹热。我真久无去法院宫，较毋清楚嘿。就是讲，伊一个馆长吼，就是咱的一个关键，就是咱的妈妈。吼，希望讲咱伫讲咱的数华妈妈会当来咱的关键，甲咱的关民，吼，像妈祖婆安尼有一个慈祥的心、慈悲的心，吼，去搁传礼、搁尊头，吼，去顺时去看，
来服务乡里，推动较好的政策，来照顾咱的地方，吼，不管是咱的老岁仔人有一个好照顾，吼，少年人加洗加饲，吼，会当有一个好的即个吼。工作的即个环境会当转来咱遮就业吼，要当遮就业的前提是讲，伊也有一个会当有所在，会当有住，吼，嘛即嘛是讲咱未来吼，青年住宅，嘿，青年住宅吼，咱县长吼，要推动讲吼，你若要买厝的时阵，会当讲县政府来补助即个利息，互少年朋友吼，一个利息的部分吼会较轻啦，无足侪少年人伊感觉讲派袂起。派袂起，你著相对上，伊著较毋敢结婚生囝，吼，毋敢买厝，伊著足侪咱好诶优秀诶人才吼，少年囡仔拢走去到北部吼发展，也是南部发展，也是去台中市，拢含咧讲吼，甲好诶人才留伫咱地方。较早咱何必新港诶，一段时间，治安无足好。是。特别伫线西嘛，较早啥物乌牛啊，啥物人啊，时代你会记得袂？迄足久诶哦。即摆应该无即种人了嘛。迄乌牛可能伫30年前诶啊，30几年前诶啊。即摆地方无甲种代志了嘛。真仔无，即摆算地方诶治安算真好。地方人足头疼，就是想要警察局长嘛讲吼，要伫遐无简单。无简单，无简单。所以即马河美新港线西本来治安就足好嘛吼。是。因为咱地方，较早是讲离林迄边较麻烦啦吼，分林嘛较麻烦，海口吼。是。咱嘛是海口，但是。海口。咱遐较和平嘛。咱遮真和平，咱即摆有庄兴工业区、中滨工业区，吼有线西中滨工业区、新港中滨工业区。搁咱即边吼，河美新港线西有真侪咱的中小企业的部分，其实有真侪即个工作的机会。吼但是问题就是，要安怎甲咱的好的人才留伫咱的中华，吼，嘿互少年人朋友住落来，囡仔册读会好，吼家庭会当加西养。咱的长辈吼，会当讲咱的晚年有一个尊严，这其实是咱的政府应该爱做的一个方向甲责任啦。嘛是阮甲苏华县长吼，未来即个推动的即个方向。议员的选举，你还无讲到议员的选，咱遐咧讲，咱第三选区。第三选区。咱总几个8个嘛吼，咱一即摆6个。即摆是6个现任6个提名3个，但是即摆候选人有9个至10个要选。9至10个，民进党嘛是3个嘛。目前提名正式提名3席。有无党的还是国民党提名足多？有无党的提名，无党的有3个啦，嘿，无党有2个。无党2个，国民党有提名3个。嘿，搁一个小草。搁一个小草。什么小草？小草就是民众党。民众党。民众党。有人民众党哦。有一个少年兄，23岁。伊有伊是乡出来，你毋？系乡出来。伊的基础敢有在？这看袂出小草的动向啊，嘿。但是伊嘛有一定，伊的少年朋友甲伊共款做伙替伊辅选，嘿，一寡看板嘛拢有出来。23岁应该是第一届有比选去悬吼，第一摆有比选。嘿，第一届的选举权对，被选举权啊。但是较有希望，还是2党的候选人啦吼。2党的候选人，无党的嘛最有实力的。无党迄2个最有实力，讲9个要选6个就对啦吼。嘿。9个要选6个。6个对。无党迄2个拢有实力。拢有实力，一个现任的。搁另外一个新的。嘿，伊是地方的代表。代表。要选议员，嘿。所以民众这3个，包括你，敢有危险？嘛是足危险的。安怎讲？
伊逐个拢真优秀，阮来更加搁较拍拼。顶届票数咧？顶届票数是2色条尔。2色条。顶届是2色。2色条，一个是无选。落选上名。消的是落选。搁一个无消的是迄届伊是无党的。萧议员伊顶届是用无党的，即届才用民进党。然后伊调了才做民进党。嘿。调了才做。对，有一个无调的是金议员，迄是民进党的，所以。所以伊就任了加入民进党。是，就任了加入民进党。所以选战嘛足激烈啦吼。嘿，是。所以谁会调要调也无。逐个拢拍拼，无到最后一刻的时阵，嘿，拢爱认真。有希望啊！嘿，是。免把握啦。但是这嘛是民主的好的现象。吼，有好的竞争，才有好的服务，才有好的民意代表为大家继续服务。对，所以需要较努力个，依旧啦吼，依旧接受。谢谢，谢谢，听众朋友讲再见。再见。下礼拜同时间继续收听。真欢喜来收听台。姚嘉文出面隔壁，多谢各位。